早晨啊，大家好，我係 Neil。咁最近如果想喺大灣區到內地退休嘅香港朋友呢，要過嚟望一望啦。呢條新聞呢，絕對係值得你花3分鐘時間認真了解嘅。咁就喺前2日嘅6月30號啦，一日之內，中山政府成功賣出咗5幅超靚嘅住宅地皮，咁總共嘅金額超接近16億嘅。不過最震撼嘅唔係佢嘅金額，而係呢5幅地呢，全部係指定要起第4代住宅，即係最新嘅立體園林式住宅。咁你會問啦，乜嘢係第4代住宅係咪？咁簡單嚟講啦，以前我哋買樓係咪啲露台又長又溜？但係呢批新樓呢，全部可以做到層層有花園，每一間都有個大露台。而且個露台咧係大到可以將個成個空中私家花園搬咗入屋咁樣，你可以喺度種花、飲茶，甚至乎擺張梳化睇日落嘅。咁今次搶到嘅地咧，全部都係實力超班嘅央企啦，同埋中山本地嘅大國企，好似保利啦、中山城建啦、翠亨集團啦，咁呢啲全部都係國家隊嚟嘅。咁其中有3個好熱門嘅位置，大家一定要及實嘅。第一個就係東區總部嘅奇光新城，中山城建同埋翠亨集團攞咗2幅地，咁呢度係中山未來嘅新核心，發展潛力係最大嘅。咁第二呢，就係石岐嘅核心區嘅央企保利喺奇光實驗小學側邊攞咗幅地，咁政府仲指明要配套建設埋長者嘅照料中心，咁對於上嚟中山養老嘅香港長者會唔會有少少吸引呢？係咪？咁第3個呢，就係小欖嘅核心區啦，本地龍頭搶咗舊車站嘅地皮，咁落樓買餸、飲茶、行街，全部都係幾分鐘嘅事，生活氣息呢，就一定係冇得彈㗎啦。咁我哋總結下啦，呢條新聞其實係第一個，截止到2026年嘅6月份，即係過咗去嗰半年，中山市面上依家同類型嘅項目，即係4代宅呢，已經有14個啦。早排城建6成嘅江山和明開盤1個小時，你估賣咗幾多？3個億。咁呢種咁熱銷嘅一個情況，呢個市場反應呢，令到政府同埋發展商都下定決心嘅，以後中山嘅新樓要全面進入戶戶有空中花園，係嘛，超高得房率嘅咁樣一個時代。不過呢個要提醒翻你啦，人人都有花園嘅時候，未來就係考驗呢個發展商管理能力嘅時候啦，係咪？譬如話啲植物邊個養啊？落大雨會唔會滲水啊？咁防蚊同埋打風球嘅時候做得好唔好呢？係咪？呢啲先係真正影響你居住舒適性嘅好貼身嘅問題。咁第二個方面啦，我哋睇下今次攞地嘅名單啦，中山城建啦、翠亨集團啦，咁呢啲全部都係總資產幾百億，實力非常之雄厚嘅大國企嚟㗎。佢哋一出手咧就攞咗東區總部嘅核心地皮啦，而保利咧就醒目攞咗石岐實驗小學側邊呢啲實有得賺嘅成熟路段，係嘛？成熟路段咁相反，好似本地嘅建華，咁就寧願翻去自己最熟悉嘅大本營，翻去小欖啦。咁樣對於我哋買家嚟講有咩好處呢？係咪先？佢哋國企啫，咁對於我哋有咩好處？答案就係咩呢？安全感。咁由呢批國家隊同埋頂級央企承建，基本上你呢個項目爛尾嘅風險呢係零嘅，係嘛？自從深中通道通咗車，深圳啦同埋香港嘅客人上嚟呢，最關心係咩？資金安全。所以呢次土拍呢直情係幫大家打咗支強心針嘅，我可以咁講。咁第3方面，大家留意下呢5幅地嘅一個指標啦，佢哋容積率呢全部都控制喺2.0以下嘅。呢容積率咩意思呢？個數字越大，越住得越密集。咁建築高度呢，全部都限制喺80米以下。好似以前嗰種密密麻麻，喐啲就30幾層嘅呢種石屎森林呢，喺中山嘅市中心將會成為歷史。同埋政府依家係特登降低密度，限制樓高，去打造一個低密度、高舒適度嘅現代化生態社區，又或者一個現代化城市。呢個預計啦，到去到2027年，即係下一年嘅上半年，
下一年嘅上半年，中山嘅中心城區將會迎來四代宅嘅全面爆發，同埋我哋會見到好多神仙打交。換句話講，依家市面上依家賣緊嘅傳統戶型嘅住宅，譬如話3.0又或者係再舊啲嗰種嘅，咁留俾佢哋賣樓嘅時間呢，頂籠得返1年左右時間嘅啫。OK，咁如果想收到第一手嘅規劃圖，又或者想嚟到中山實地考察嘅，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聯絡我哋同你約時間過嚟睇睇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